好，来继续要来讲威力彩，连续37期拢来共估，因暗开出的头彩的奖金高达13亿。讲有公司的员工开88000块落包牌要来拼头彩。不过其实这个包牌有真侪种的这个方式到底要安怎把包牌才会当来增加到得奖的几率呢？咱这个报道互乡亲做参考。就等车的时间顺便买一下。你想要中多少？全部。彩金的威力有够强，威力彩头彩共有13亿，有人委托彩券行看时辰来买，也有人相信讲包牌较有赢面。买88000块的那个威力彩包牌，就是买110组。不过包牌无的确爱开遮济钱，像讲先将头一区的号码建好了后，再将第二区8号码拢建，只要开800块，那呢得奖的几率就提高到276万分之一啦。个人想要买威力彩全餐，也毋过安尼一日来，头一区加上第二区的号码，都要包276万空681组，总共要开超过22亿，才都买到威力彩全餐。啊，得奖了还佫扣20%的税金，实际上敢若摕到20亿。所以讲全餐的包牌安尼算的颠倒袂好，千万唔通安尼做。好兄弟的一些姓名笔画，还有一些像8月8号88节。有人相信好运的数字，像88节，伊就经被相信讲会发。啊，都是农历7月7开鬼门，要头奖13亿，其他甲新闻有关系的数字，拢有真侪人伫境，会对袂对，因暗开奖了后就知。选止痛药